彰化县自闭症困难家长协会所成立的庇护工厂，主要是卖饼甲芳。不过热天时本地就是烘芳的小鸡，搁再加上疫情，捌互人客临时取消要到15万的订单。即阵总算等到境界降做自己吧，因也希望民众会当甲因多多支持。面包一出炉，庇护工厂的员工下手努力，分工合作。这是彰化县自闭症倾立家长协会所成立的庇护工厂，请专业的老师指导，教学员烘芳做手工饼，让因会当透过家己的力量赚钱。那通常其实他们早上来就是照流程所，原则上像先烤饼干，后面就会接着有吐司、面包，再接着烤这些东西。庇护工厂的服务员表示，外人本地就是卖芳的小鸡，佮因为疫情影响，募款参订单拢减少真多。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订单其实被取消了10几万左右。其实家长也会担心，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有一半的小孩是，一半的庇护员工呢是搭乘公车还有火车来上班，所以在安全上就是家长会有些考量。即阵疫情境界降到2级，庇护工厂嘛恢复正常上班，而且开始准备中秋礼盒，望民众多支持，用实际行动帮助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